法官即马6月当日收成，在来米的价销煞一直落价，特别是中华北部地区团讲1斤的在来米，也阁买无一粒馒头的情形。因为今年6月当在来米种的面积增加700外甲，产量和去年同一个时间比起来加买6000吨。因为在来米即马较无遮尔啊抢市，生产一个伤过济，销袂去，引起业者收的价销落甲100斤是算700块银，比去年同一个时间大落200块。做田人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灵。日头赤炎炎，老农民伫街犁啊，手提白布啊，甲规堆的册啊，甲变做册铃。即马即种人工拍册的场景已经真少看会到啊，因为农民唔敢讲甲册摕去请人背好担，只好家己安尼寒流寒地伫咧稻田顶悬咧拍册，互人看到真唔甘。迄是因为遮个收成的在来啊，今年的价销安尼一直落。伫去年100台斤还阁有900块的行情，今年煞落到剩700块，一捆头阁落买200块。来到这间馒头店，即马一粒原味的馒头，你食几多？10块。伊的价销煞比这个1台斤的米价搁较贵。这个米价会使讲落到是有史以来上低的行情。伊即摆拢收偌济哈？收700，按做产人台农民敢会生活？目前拄好是这个中部一期水稻的采收期，今年因为风调雨顺，各项册啊拢是大丰收，包含红来啊、粟米，这价销拢有起。独这个在来啊是安尼落真济，厂商嘛无意愿要来收这个在来米，互真济农民是安尼嗨餐。我们今年的软鲜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700多公顷，软鲜在这1、2年整个消费市场有萎缩。市场缩小，需要量无遐济，是造成这个在来米价销变价的原因。为着无要互农民了伤济，米商伫咧最近嘛开始要来收册啊。今日收的价格咧是750块左右啦。针对这个在来米的价销一直落，县长王惠美要求政府运用这个大数据，都爱撇开市场的变动。农粮署嘛建议讲，农民会当选择种这款有特色的品种，才会当来避免受市场的影响。而且安尼嘛会当增加10%公粮补价的收购量，也是讲请这个民间粮商来这个代收，希望会当稳定册价，唔通互农民个死本落去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